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国庆连假的头一天，南部真好天。屏东东流线码头一透早就有大阵的旅客，赶着大包小包要到小琉球佚佗。每一班的船班拢客满，讲今仔日到小琉球的人应该有超过1万人，袂输顶礼拜中秋连假。游客位码头外就看会到换大包小包，这个车嘛是排有够长。 入到后船室，更加是人山人海，东流线的码头又阁是人客人，看这人想要坐游船，恐惊还阁真等呢。是放松，没有特别规划，也知道是连假，所以都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担心就是人很多，然后东西都吃不到这样子。 每个连假去小琉球的人，一天超过1万人，就要变成基本盘。国庆3天连假有可能超过。国庆日的连假第一天应该也在1万位上下。今天我们这个是以机动加开来疏于旅客啊，所以旅客请放心。平常我们正班船只有7班船，那么今天会大约加到25到30班左右。 南部好天，高温会到30度左右，真侪人趁今年最后一摆连假，赶紧要冲去离岛小琉球佚佗、耍水、度假、放松一下。